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早晨。我哋不如一齊起立，去同隔離嗰個講聲早晨，歡迎你返到嚟啊！早晨。好，咁咧好感恩咧，可以今日返到嚟同大家一齊敬拜。我哋喺開始之前呢，我哋一齊讀《使徒信經》先啦。1、2、3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，上帝的獨生子，因着聖靈感孕，從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受死、埋葬，降在陰間，第3天從死裏復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，將來必從那裏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我信聖而公之教會，我信聖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門。我哋一齊讀以下嘅宣召經文，係嚟自於詩篇51篇1至3節至到6至7節。1、2、3，起！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，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。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，並潔除我的罪，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，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，我就潔淨；你洗調我就比雪更白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真係天父，好多謝你今日可以帶到我哋返嚟你嘅殿入面去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呢一刻去安靜我哋嘅心，教我哋將我哋諗緊嘅，我哋煩緊嘅，交俾主你自己，教我哋去定睛喺主你嘅身上面，去仰望你。求你都透過今日嘅崇拜去提醒我哋係屬你嘅，因為你嘅恩典同愛救贖咗我哋，願意我哋一生一世都跟從你，住喺你嘅居所入面去敬拜你。求你悅納我哋今日嘅敬拜，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完美是神，而我是人，何以主會從天降臨？污穢中找尋失喪的靈魂，釋乾淚印，更為這罪人掛十架毅然喪生。完美是神，而我是人，何以主會從天降臨？污穢中找尋失喪的靈魂，釋乾淚印，更為這罪人掛十架毅然喪生。誰會像你，寧願捨棄永活國度裏的一切美，無言力盡生死，神我屬你，一生屬你，在你同在裏，我心只想讚美。完美是神，
是人，何以主會從天降臨？污穢中找尋失喪的靈魂，釋乾淚印，更為這罪人掛十架毅然喪生。誰會像你寧願捨棄永活國度裏的一切美，無言歷盡生死，神我屬你，一生屬你，在你同在裏，我心只想讚你。世上無論哪種愛，也沒能及你的愛。晝夜隨着我，似海水覆蓋，時刻夢寐期待，告別流浪與漂泊。如若你許可，唯願一生一世，也住你居所。在尋找盼望，盼望有一位以上能治好我，能治好我。碰巧聽到那些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，我這等人。我在尋找盼望，盼望有一位以上能治好我，能治好我。碰巧聽到那些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，我這等人。被擄的得釋放，他叫瞎眼的得看見，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。
不向主奔跑。此刻終於穿過人海，將我到你的依靠，你卻轉身找我相依，照我進到你的心坎。此刻終於穿過人海，將我到你的依靠，你卻轉身找我相依，照我進到你的心坎。我在尋找盼望，盼望有一位醫生能治好我，能治好我。碰巧聽到拿撒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，我這等人。他叫被擄的得釋放，他叫瞎眼的得看見，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。我怎可不向主奔跑？我怎可不向主奔跑？此刻終於穿過人海，將我到你的依靠，你卻轉身找我相依，照我進到你的心坎。主你甚美麗，主你甚美麗，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，無人像你。主你是我相知，主你是我相知。在每季節尋覓答案，卻尋着你。主你甚美麗，主你甚美麗，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，無人像你。主你是我相知，主你是我相知。在每季節尋覓答案，卻尋着你。是我的信救了我，是你恩手救了我。在我迷失中有主你提示我，是我的信救了我，是你恩手救了我。當我哋宣告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救主嘅時候，我哋嘅生命就唔再係為自己而過，而係為主而活。求主幫助我哋監察我哋嘅內心，因為我哋軟弱。求主教我哋行事純全，扎根喺佢嘅入面。我哋一齊唱以下呢首歌。我的肺腑，請你察驗，教導我行事純
我的眼睛，不要閉合，仰望這榮美的主，每聲嘆息，每聲眼淚，你在意也必撫慰。我真渴想，我真渴望，往下扎根，往上生長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慕？求你轉念，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每聲嘆息，每聲眼淚，你在意也必撫慰。我真渴想，我真渴望，往下扎根，往上生長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慕？求你轉念，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慕？求你轉念，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為了你，我算什麼？枝子掉落在樹旁，離了你，夜黑不見光，在你翅膀蔭下躲藏。離了你，我算什麼？枝子掉落在樹旁，離了你，夜黑不見光，在你蔭下才可建造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慕？求你轉念，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大家請坐。自己嘅無能，亦都去學習去愛神，同埋去愛我哋身邊嘅人。我哋一齊去起立，去唱呢一首歌，去作我哋嘅回應。
肺腑，請你察驗，教導我行事純全。我的眼睛不要閉合，仰望這榮美的主，每聲嘆息，每聲眼淚，你在意也必撫慰。我真渴想，我真渴望，往下扎根，往上生長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我？求你轉念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每聲嘆息，每聲眼淚，你在意也必撫慰。我真渴想，我真渴望，往下扎根，往上生長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我？求你轉念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我？求你轉念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離了你，我算什麼？枝子掉落在樹旁，離了你，夜黑不見光，在你翅膀蔭下躲藏。離了你，我算什麼？枝子掉落在樹旁，離了你，夜黑不見光，在你任何可偏藏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還可有誰？除你以外，地上哪有所愛我？求你轉念我軟弱，向天禱告，投靠你的不是羞愧。弟兄姊妹請坐。
次嚟到，再一次歡迎你。希望你可以喺呢度揾到家。而我哋亦都係今日再一次感謝巴維康牧師同埋 Crystal 師母喺我哋當中一齊嚟敬拜主，一齊嚟建立。我哋亦都有啲家事報告係想同大家分享。大家知道我哋教會咧每年3月同埋9月咧，亦都係有我哋嘅幸福小組，係弟兄姊妹一齊行出去，一齊去傳福音俾我哋身邊人。但係福音唔係停喺就係9月同埋3月嘅喎，我哋亦都係有一個生命嘅分享會，係我哋就喺4月12號禮拜六喺我哋加我哋嘅主禮堂嗰度。就係咁係一個音樂分享會，但係如果你有朋友家人未信主嘅，喺海報啦，我哋亦都係即係想同大家講出，我哋都係招聘緊暑期實習生，19至35歲呢度好多啦，所以如果你係對7月至8月咧，我哋有好多 project 係做，係做我哋嘅實習生啦，我哋亦都係舉行緊我哋由2月28日開始咗喎，大家繼續祈禱喎。如果你係想係參加，係可以而家係去 copy 單呢個我哋請大家一齊起立，我哋一齊為教會及世嘅禱告。可能呢個雖然係我哋見得係真係好慘，但係同時間亦都係一個幫助我哋睇到生命現實嘅一個係主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同創造宇宙萬物嘅主係私密嘅關係。我哋為你哋祈禱，喺十架上面為我哋喺幫助我哋立咗新約，係從你而家翻返嚟。所以主，我哋感謝你之餘，幫助我哋亦都係望到我哋鄰居，望到我哋隔離嗰個，望到我哋唔想見到嗰啲人。當我哋信咗你之後，呢個係 part of 幫我哋同人係去復修關係，但係我哋要行出去嗰邊做。所以主幫助我哋由教會呢度開始做，幫助我哋喺教會裏邊
住我哋自己有幾巴閉，係靠住主耶穌。因為冇你個我哋唔想去做，我哋做唔到。但係主，如果我哋要喺呢個世界做鹽做光，我哋第一樣嘢就係首先要喺教會裏面。揾嗰啲傷害過我哋，或者我哋傷害幫助。俾我哋呢，我哋見到世界不安，今日我哋要做嘅，亦都係幫助我哋喺教會裏面做同事行出教會愛。我哋見到世界上面仲有好多人，本拿比呢個山頭，我哋嘅鄰居仲有好多人係關係幫助。幫助世界嘅教會係一個耶穌基督。埃及嘅世代，不偏奉主耶穌基督。之後，大家 say 個 hi。